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予歹心恶乐道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到阵来排打。大家好，社区要搁办园游会啊，咱来排打，传好料的互大家食。咱来想看要传什么好料的，唔通相像，安尼人客较有选择。我想要食煎甲香公公的鸡排，唔是传你爱食的啦，还是阿公你传鸡排。好啊，阿月仔，你要传什么？我要卖蚵仔煎，家己当手的蚵仔煎介有名。阿草佮阿雪咧。宜兰三星的葱仔饼上好食，我来传这好啊！恁拢传咸的，安尼我来准备甜的，迄红牙佮水的李亚糖。阿嬷讲鸡排要好食，嘛爱浸有入肉，佮煎甲酥酥香香。蚵仔煎的重点是蚵仔爱青，煎葱仔饼的火足重要。无细字，葱仔就臭火哒。李亚糖外面迄圆糖蜜，爱切搁袂黏喙齿，加着烤，听起来拢足好食。真希望园游会较紧到。听讲料理救援队即摆要传食了会幸福的料理呢，我袂当为遮顺势，一罐醋食了会起怨肚，到时一定真精彩，带你看戏。咦，无用试，来买鸡排的人吵。来，阿公你看，因的目睭哪像菜红顶咧？你的鸡排哪会比我的较大？你的蚵仔看起来比我的较大米，无啥对同哦。阿月仔，你检查一下啊，咱的物件。拢真好食啊！安啦，有一天酸味，哈，吹着啊，是醋啦。可恶，外面阁是鸟鼠仔头家，伫遐，阁是你。阿公，紧摕暗公鸟校长予咱的神奇食谱，你竟然用阮料来破坏阮的活动，有够超过！哼，怎啦？好食的料理有香目的色气。好味的芳气，炸水的滋味，上介重要的是诚意食水甜。哈！这是啥？这大盘的臭豆腐。是啥秘密啊？哎呀，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？各位，就是这只鸟鼠仔头家破坏咱的园游会，甲好食阁好耍的活动行为。别看啊，紧选！料理救援队人真牛，真团结，甲歹心恶乐道的鸟车头家赶走，佮传我上爱食的臭豆腐。臭豆腐，若介意食的人想到就流嘴汗。即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公。伫料理救援队第11集有小解的，大家做伙来排打。大家买物件拢无共款，有葱仔饼、米仔钿，还阁有鸡排。这个鸡排是阿公上爱食的香公公。咱等下才食，先来讲讲相关的语词。
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葱仔饼，葱仔饼，新国民料理，俗阁好食。宜兰三星的葱仔饼是上有名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嘛介出名，连外国人拢知影，伊实在是名声烫世界。李亚糖、李亚切、烤、李亚糖。古早味的李亚糖，食起来酸甘甜啊，酸甘甜。较早拢是用椒来啊，伫外口佮裹一层糖蜜，食起来脆脆，佮烤，囡仔上爱食。香棒果，酥酥香香，香棒果，酥酥香香，这拢是摕来形容食米，像即块鸡排，拄仔煎起来。皮了实在是香杠杠，阿公你食看卖，酥酥佮香香，对无？有够好食的，无用刺刺，无用刺刺，就是形容工课足济足无用的意思。像逐摆若请人客，就爱无用刺刺，传足济料。炒，形容人真济的意思。像去细夜市仔的时阵，人足济，行路阁会烧下客，生意足好，闹热滚滚，人炒。弯道，目空赤，弯道就是看别人比家己较好，就会目空赤的意思。即边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家庭人工做料，伫点心内底。害人食了会起怨毒的歹心手段，如何互料理救援队找到，佮用神奇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公恁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要无这好耍的园游会就搁去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